劉國勳議員唔該。多謝主席啊。咁我想跟進問題咧係46、51、52、54嘅。咁首先咧，我想感謝咧同埋肯定翻咧發展局同埋北都辦啦，過去喺北部都會區嘅一啲嘅工作啦。事實上咧，其實自從北都辦嘅成立咧，北部都會區嘅推展咧，我自己認為係如期推行嘅。咁我哋見得到行動綱領所列出嘅嘢咧，其實都係按住政府嘅時間表咧，係全部都係能夠按時完成啦。咁只不過係因為可能而家房地產又或者全球嘅經濟啦，咁喺引入私人市場力量推動北都嘅時候咧，就似乎不似預期。咁所以我都係提出咗好多建議啦。咁就住呢幾點咧，我希望繼續深入啲去睇啦。咁首先第一就係關於北都辦嘅。其實自從喺舊年年底係將所有嘅大部分新發展區嘅規劃無論初步又好或者詳細都啦公佈咗之後咧，我自己認為北都嘅工作咧其實進入新嘅一頁㗎啦。咁所以睇下北都辦咧係咪可以再集中啲，或者除咗統籌之外咧，喺個執行嘅角色上面咧都可以加強。咁會唔會考慮可能即係成立可能北都管理局呢一個即係機構啦？甚至乎即係之前其實政府都提過會喺下面成立一啲嘅公司去推動產業嘅。咁呢個公司而家嘅進度籌備又係點咧？呢個第一點。第二點亦都好高興咧，係政府係會做按實補價啦。咁不過我想講咧，就係除咗係容許發展商無需按最高面積進行補地價之外咧，可能喺個 BC 個建築規約咧都要注意咧，係有一個彈性咧，就唔好一定嘅年期要起最低嘅60%。咁呢個都係一個放鬆嚟嘅。咁第三點咧就係其實喺例如洪水橋下村嘅原址換地咧，理論上舊年已經截咗啦，有部分物流嗰啲。咁但係我睇翻咧物流研究咧，而家政府推緊咧係36公頃嘅地咧，係冇包到咧嗰啲換地嗰啲嘅。咁如果放棄咗換地，係咪應該擺埋落去一併做埋而家物流產業用地嘅研究咧？呢個都係需要。咁同埋講緊洪水橋下村，其實2018年做呢個規劃圖。咁今天2025年，如果繼續推嘅時候，咪應該有需要一個動態規劃咧？呢個都係需要嘅。最後啦，就係關於片區發展啦。咁片區發展咧，我都提出咧就係而家截晒啦，咁嚟緊做招標嘅工作，希望咧係可以咧，其實再次考慮咧，就唔好用單一嘅價高者得，可以用雙信封嘅制度咧審核有關投標者嘅財力。同埋用財務同技術分咧分開去做一個考核，咁呢個睇下政府係咪會考慮改變個招標嘅模式嘅。好啊，唔該。因為都有3個問題啊，可能局長或者你哋精簡啲答，或者重點啲答一條咁樣好嘛？因為我哋睇住啲時間，唔該。好啊，主席，劉議員提議咧，我哋係咪應該成立一個類似機場管理局啦，叫北都管理局係嘛？咁睇晒成個北都嘅用地。咁其實咧，因為北都淨係計新發展嘅土地都3000公頃，同埋佢唔係一個單一一個產業園式嘅用地，佢有好多係住宅，好多係政府嘅設施，所以無論喺佢個形式上咧，同我哋機場島同埋同我哋而家嘅西九文化區其實都好唔同㗎。佢係多元多樣一啲嘅。咁所以如果話為成個北都設立一個管理局咧，我相信呢一個咧都係唔係一個容易，亦都未必一個最好嘅方法。反而我哋而家其實探討緊嘅，喺施政報告都有提過，就係北都既然話產業主導，都有唔同嘅地方會有產業園嘅。咁政府值唔值得為呢一啲嘅產業園成立一個叫做管理公司呢？咁呢一度我哋嘅探討仲係進行中嘅，我哋係爭取呢今年之內呢會有一啲嘅建議可以拎到出嚟。至於議員頭先話呢，洪水橋下村都係其中一個北都最早叫做我哋完成咗嗰個規劃圖嘅地方啦。另外一個就粉嶺北、古洞北啦。咁係咪時候都要動態發展檢視一下呢？咁其實的確係嘅。隨住北都一路演進呢，以前做落咗嘅規劃，可能我哋都要因應最新嘅情況有啲調適嘅。其實洪水橋下村入邊佢嘅商業用地，我哋正會係都做緊呢個動作，檢視一下係咪真係維持純商業用地呢？同樣其實亦都參考埋運輸物流局佢今年稍後完成嘅物流用地嗰個研究呢，我哋都會睇下有關嘅物流用地配置，
是否仍然係適當呢？咁所以呢一度我哋係會做功夫嘅。好啊，唔該。